会唱童谣，那就错了。好，我要挑战一首呢，是摇滚版的字母歌。好，那我们先来听看原来的。不好意思，我要这样子才听得到。我们来看，它原来的音应该是安多音一样只有声音档也是早期一个学生从声童小语种里面抓来的一个声音档案原唱我不晓得是谁。好，那我们来听，他唱的非常的。你完全都会了如指掌。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只要唱抒情版本就有奖品。小沙弥小喇嘛他们所唱的，我们来听原来的版本。这个原来也没有只有声音档这也是我做的。翻译是张福成老师。
背起来的同学也有奖品哦。那可能同学会以为刚刚那样子的唱诵，并不容易唱诵哦。那但是其实加上吉他伴奏，我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风格。这个我们在藏人学中文课有现场唱过。糟糕。你留吉他淡季。那是我老公。老师唱，我知道。老师临现场唱，老师接下来用唱的，因为只剩15分钟了。啊，好吧。我们听原音重现。OK， 好，没有，还有几首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又可以。我们想听清唱。清唱是吗？对呀。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把它准备好多首歌哈，还有来自西班牙的，有来自葡萄牙的歌曲哈，那都非常的好听哈。好，那我最后来唱一首，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唱一首。因为现在儿子放暑假哈，有很多歌都还来不及录音哈。那其中包括有一首紧急插歌哈，他的就是公嘎他唱的这个《故乡》这首歌哈，我想给同学听，他有很长。找历史，没关系，没关系，不用紧张。这首歌是海外藏人们共同的思念。好，来听听。就是它里面很巧妙的把仓央演奏情歌放在里面，好，然后那两段又刚好是最有名的，大家愿意跟我唱这首歌吗？好，我们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我本来是希望我儿子来帮我弹，因为他比较属于摇滚的节奏。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同学帮我看是第几页？15。第15页，好，可以吗？好，那我就来唱哦。我的家乡在喜马拉雅的山脉，那里的
唱最小声的等一下单独唱，好不好？哦，好不好？弟弟你会唱吗？可以，对不对？好，来试试看。你唱中文的就可以哈。来，等一下啊。我们透过这样子藏曲360的课程，可以帮德基书房让它的经费可以运转哈，然后利益更多的人哈。然后呢，我也应同学的建议呢，把4、5期2期的课程当中所唱过的32首歌曲，然后制作成歌本跟 DVD。好，那也感谢我的老公慷慨的爱心赞助哈。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第1集的藏曲360第1集的歌本跟法光的藏文教材，能够先后进印刷厂印刷成册后，那因为我歌本使用的是这个 Samboja 的藏文字型，所以在转成 PDF 档印出的时候会产生跳字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印刷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面临了很多的难题哈。那我希望同学们朝圣的时候一定要带这本歌本哈。好，因为呢去西藏、印度还是尼泊尔朝圣的旅程当中哈，在藏人跟上师面前表演的时候，我们除了那个大阪城的姑娘啊、阿里山的姑娘之外，好，我希望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我们希望未来的藏曲360的课程，可以以不同单元的主题来呈现。那我想不要开12期1堂的课程，我想开4堂课，好，4堂课1期的这样的课程。那目前我拟定的主题，因为我这次歌
有累积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有知母念恩篇啊、慈爱悲悯篇、本质般若篇，好，或是民谣选子篇，好，那民谣可能是很冷门的啦哈，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还有这个梵音心咒篇，还有浪漫情歌篇，好，那看哪一个主题先凑足了4首，我们就开课哈。那同学可以自由选择主题上课，那我想这样就不会再有纷争，对不对哈？因为你要报名之前就决定了你要选的是哪一首歌哈。那即使人数不够，没有办法顺利开课，我觉得藏曲360频道的歌曲也不会间断哈。因为现在对于工作跟功课哈，永远都做不完的我来讲哈，我觉得唱藏文歌是一个很好的抒压的方式哈。那同时呢，它也是让我藏文突飞猛进的秘密武器哈。那它已经变成我每天自然而然不能缺少的生活习惯哈。那其实我连在梦里都会哼唱藏语歌哈，这可以问我老公哈。好，那为什么？对，为什么？真的哦，他觉得很吵哦。好，那这样子的记忆呢，哈，我觉得是永远不会忘记哈。那这样的种子呢，也永远不会间断哈。所以呢，我想我会愿意哈，持续唱到永远哈，此生此世，包括生日事实哈。我老公觉得好倒霉哦。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参与哈。那请大家用餐用一点点心在。等一下，我要看花啊，真的吗？我这有含义的，我可不可以放前台讲几句话？好，可以。这个是莲花，对不对？对，莲花，莲花在中间，中间。要主角不是我，是你讲。没有。先送我花再讲。你站中间啊，我站中间。因为这个莲花是一枝啊，它长的时候都是一枝，所以我希望老师不管他任何的事业也好，或者他任何的表现讽刺，都是一枝独秀，然后一飞冲天。然后其实这个有5个颜色哦，虽然花只有3个颜色，可是这白色也是其中1个颜色，然后这个是绿色的金，所以呢是五头字。所以银行也得到了头花加持，还有那个藏传的那个就是基本本尊最原始本尊。我如果有讲错了，佛菩萨原谅我，那个是莲花生，所以这个是莲花。对，老师，哇，好棒！恭喜你！不行，你先在这。还有人要献东西啊！谢谢你，你有听到我？有，刚刚有，跟你一起唱。送奶茶进来。讲一下。讲一下。那我要怎么？你们自己一下。大家请后面用点心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而且这是对不对？去落单。水果。拜拜。谢谢。有空OK， 走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拜拜。等一下，我选一个。我的电话。没关系。哎，我们今天好。你要不要喝？够了，谢谢你这一天。没有要少。姐今天真是。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跟老师讲。叶老师，不好走，还没开。对。谢谢。呀，这输了钱，好不好？钱不钱啊？黑墨，我跟你。明天不行，等一下，我拍一下合照。黑墨有吗？黑墨跟黑墨拍一下。好，还有一个。我们2个也要。对，也要。到先来。跟你们2个一样。